大家好，我係湯圓啊！啱啱呢個復活節假呢，就返咗肇慶，哇！我就喺第一日星期五出發，嗰日雖然多人，但係呢都好暢順。今次呢喺回程嘅時候呢，我都呢試下呢一個網約公交車新嘢，咁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好簡單嘅啫，喺個微信嗰度搜尋肇慶公交。咁跟住呢，就會走咗呢一個版面出嚟啦，於是乎呢，你就揀服務啦，跟住呢，就網約出行，預約公交網約公交，當然允許佢知道個位置啦，方便你輸入啦。咁暫時個營運點咧，大家都知啦，應該喺新區一帶同埋去呢一個呢東站嘅，來回東站同新區一帶咁樣。大家可以輸入你喺邊度出發啦，咁跟住想去邊度啦，咁跟住撳幾多個人啦，咁跟住咧就按發單。咁咧我嗰日咧就落到去，因為發現巴士咧就要成50分鐘後先有，於是乎即刻就試下啦，叫呢一個網約公交，好好彩喎！1分鐘到咧就接咗單啦，跟住咧就話喺我附近1分2分鐘度到啦咁樣，咁好開心啊！咁梗係等佢啦，同埋咧佢嗰個價錢咧係好似唔知7蚊定8蚊咁樣，咁好期待啊！咁係第一次啊，同埋咧又係新嘢，咁有機會試到咧就好開心啊！喺度等，發現喺度等嘅時候都 show 埋個 Apps 俾大家睇下咧，咁佢一路等啦，咁其實咧佢嗰個時間咧，即係話佢嘅車到嘅時間咧會有改變嘅，咁可能視乎嗰啲因為可能仲係試運當中啦，交通各方面咧都唔係咁準確嘅，咁佢有陣時咧，而家譬如你見到佢顯示啦13:28分咧架車應該會到，我就可以上車噶啦。但係咧，大家咧陣間慢慢睇埋咧，就會發現咧，佢會咧慢慢又調整個時間。咁咧其實咧約莫最後咧係大概13:30分左右咧，我就先上到車嘅。而家跳咗去13:30啦，係啦。咁所以個時間有少少會調整，咁大家咧就應該，但係又唔會即係好離譜咯。咁所以都好開心㗎，係啊。所以如果有陣時咧落到去想坐巴士坐唔到咧，可以試下即係叫呢個網約公交咁好期待。我喺度諗會唔會撞到啲街坊一齊坐咧過去咧？因為呢個時段都係坐出喺高峰期，好期待啊！等佢過嚟啦。咁其實由我叫車到架車到咧，其實真係5-6分鐘以內嘅事嚟嘅，即係就算10分鐘以內我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因為有陣時你叫滴滴都需要啲時間啦。咁所以咧就喺度等待嘅時間咧就好期待喺度諗緊到時架車有幾多人咧？會唔會見到街坊咧？定我一個人包車咧？咁樣一路喺度等好開心咁等啊！好啦，咁好快咧，陣間咧就會俾大家睇埋架車嚟到係點啦。今次第一次咧都試下啲新嘢，咁同埋咧想同大家分享翻點樣叫咧實際個情況。其實都幾簡單，我一撳就撳到啦咁可能咁啱好彩啦，同埋咁啱架車又喺附近。好啦，差唔多嚟到啦，係啦，嚟到咧，咁就上車啦喂。大家睇下，係啦，佢嚟到啦，好快啊，即係好準時啊，幾分鐘以內嘅事都 anyway 都唔會多過10分鐘，咁就嚟到啦，咁就唔使等巴士啦。好啦，掛住上車就冇拍啦，咁就基本上就開門啦。唔係自動門嘅，自己要用個手開嘅大家要揾隻手埋去開門嘅。咁跟住閂門都係自己隻手閂嘅。嗰次我一人包車，好開心啊！咁好順利咧，就去到東站啦。用咗7蚊左右700蚊左右，大家都可以試下。好啦，另外咧再推介一下啦，大家如果有啲車想賣想換車，不妨可以揾下小妹我湯圓幫大家拍下，跟住發放下信息，互相幫助下。有人想揾車，又可以賣有人想賣車咁最好啦。或者你間屋想出售或者出租咁樣都可以揾我嘅，我會拍一拍，跟住喺個 YouTube 頻道咧。俾大家睇翻，咁你再私下聯絡咁樣咯，好冇？咁好啦，今次分享係咁多，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下另一啲嘢啦，拜拜。